大家好，今日我就想講呢條數，佢係 M2 同學咧喺 trigonometry 會讀到嘅其中一個環節嚟嘅。咁啊，點樣做咧？咁首先咧，呢條咧就應該係會用到呢條式嘅，就係 tangent A 加 B 等於 tangent A 加 tangent B over 一減 tangent A tangent B 啦。咁點樣用咧？咁可以根據佢題目俾嘅提示咧，就係考慮佢哋呢三隻角嘅總和嘅。咁就係 A 減 B 加 B 減 C 再加 C 減 A 嘅，加埋咧只需要拆括弧就得噶啦。咁應該咧係會等於零嘅。呢三隻角加埋零，咁之後應該點樣繼續做落去咧？我哋就會將咧呢三隻角分做兩組嘅。第一組就係 A 減 B，第二組咧就係 B 減 C 加 C 減 A 嘅。分咗兩組，咁我括住第二組先啦。咁然之後咧就將佢哋咧分別 A 減 B 咧就代落去個 A 位，然之後咧中括呢度咧就代落去 B 位。咁睇一睇會發生咩事咯噃。首先咧我寫喺下邊啦，呢個咧就代落去 A 位，而中括呢度咧就代落去 B 位。好啦，咁留意啊，因為其實咧呢幾隻角加埋係零嚟嘅，咁所以咧左邊其實係 tangent 零，咁 tangent 零即係零嚟嘅啫。咁右手邊咧就繼續照抄住先啦。咁因為呢個份數係等於零啦，咁所以即係左手面呢度就等於零啦。咁最後咧呢一個位置嗰兩隻角 B 減 C 同埋 C 減 A 咧都可以繼續套用呢一條公式嘅。咁點樣套用咧？睇一睇咯喎。咁前面呢個 tangent A 減 B 就照抄啦，再加後面。咁我哋咧個 B 減 C 咧就會套用落去個 A 位。咁然之後 C 減 A 咧就套用落去個 B 位。咁等於零。好啦，之後咧就全式，下一步咧就全式咧乘呢個分母嘅，全式乘呢個分母。咁會發生咩事咧？前邊咧就乘呢嚿嘢，咁後面咧呢個分數乘咗下面呢個分母咧就約咗嘅，就得到咁樣得嚟零。最後咧就乘開佢呢個位咧，tangent A 減 B 咧乘落個一度咧就變翻自己啦，而後面咧呢度就變咗做咁樣啦，三個 tangent 乘埋一齊。後面就按兵不動。最後咧，我哋只需要將呢個放返去條式嘅右手邊咧，咁就做完噶啦。再寫多步啦。
將呢個放返條色嘅右邊，應該就做到個答案㗎喇，就係呢個啦。好，今日講住咁多先啦，下次再見。